Are you ready? Yes. Let's go. 网都有问题了，现在网都断开了，两个网都抽错了。都可以拍，随便你拍啊。那怎么知道？随便你拍啊，你手机拍嘛。那你手机有问题啊？可以在你的位置。哦。不是，那手机。搞忘了吗？我应该走了，搞忘了。为啥？日本语？全球很多国家。全球语言。小朋友。这有啥呀？
在还可以哦。这放了，跳，这个放大一点，正常吗？要刀啊！不打不了，你这了。来点个赞，真的，先啥也不说了。有一说一，先点点赞，叫他们来。感觉到当时我了。Agala so我忘了，左边。靠近一点。真的吗？我装不下相机应该说了，太高了这，身高太高了，装不下。
兄弟相把手。哦，我觉得，后面去，路上的记住。就这个小兄弟相把手。好，我这个，站上了。要不要害羞笑一笑？谢谢。好像有点害羞，怎么回事？哎呦，要骂我，快回去吧，我叫小姐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还有吗？好了，你们全都放开了。呀，笑一笑，谢谢，不用害羞，没事。开始，开始我们的节拍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
跳嘛，这个也有，这个是多的很。都不跳了呢？都开始了。把鸡蛋加进那桌子做啥吧？呀，打出去来！在小区里头，我全部在店里。去买糖这些啊，我买糖了。现在家里弄下这去了，买完了放在那10分钟的，80块的就没有给我老家。我晓得，我的呢，哎，收起，放进去了，还要重新拍。我的时间没到夜就给你干嘛？让我看一下，我是谁的？停不下来了。